在地上大条来看，新北沙田埔一个建案工地行咧乌，所造成边仔上无3栋的人家厝厝起，有9户22个人赶紧撤离。建商嘛出面回释咧，强调一定会负责赔偿、补强佮改建。市府嘛下令建商停工，罚9万。 涂骹扑起来，佮关系暗，壁被规大片，厝内规涂骹喙太露，壁顶佮破一大坑。想起代志发生的时阵，住户即马心佮胆胆。我想3那么起一点点小小的啊，为什么回来那么快哟？对吧？那么快就发生这个事情了。我无6点就靠啊，伊讲除非倒落去啊，安尼的啊。大概就是墙壁有点龟裂嘛。隔壁这个比较严重，是整个往下倾斜过去了。农历新年要到啊，拄到这种事故，住户嘛真无奈。尤其工地正面这栋损坏上严重，已经明显车去。案发地是伫新北市沙田埔的六张街，面街变甲煞未大哩，这拢是建案工地乌地基引起的。监测的水位，跟我们的测量公司提供的水位，有落差3米多。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没办法止住这场灾害。伫镜头前回息咧，涉案建商表示，车力早起8点外，当地开挖地下室，不过地下水位的数值甲手头的资讯无共，差3米外，造成时间过程煞损坏到隔壁厝体。面对这件事故，业者也已经答应赔偿，嘛愿意协助因改建。我们都有监测嘛。工务局接到通报，随派员到现场，工地两边的厝体初步判断至少3栋受影响，撤离9户22人。因为安全的考虑，佮预防性撤离受损厝体后边的5户居民。建造跟建商的部分还有施工厂商，我们都依照建筑法被开罚是9万块。在整个地下室的一个开挖作业过程里面，当然最直接的会影响到整栋建筑物整个工地附近的一个地盘的一个稳定性的一个问题。目视来讲是有非常明显的一个倾斜的一个情况。大型工具机随进场，紧急灌按摩头加灌水抢救加灾害降低。对于规件事故，工务局嘛下令停工，对于起造加建造商依法各罚9万块。记者综合报道。